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，我係 Otto，我係 Maggie。今集我哋會探討一個涉及危疾保單定義中疾病嚴重程度嘅爭議。投訴人施先生佢因為出現胸悶、氣促同埋咳，所以入住咗內地一間醫院。經檢查後，施先生被診斷患上擴張型心肌病、支氣管哮喘同埋肺結節等病症。之後佢就心肌病向保險公司申請咗100萬港元嘅危疾索償。不過保險公司就拒絕咗呢一項申請，理由係因為施先生嘅報告顯示心電圖只係輕微異常，未有足夠證據顯示佢嘅心室功能受損程度已經達到保單要求嘅第4級水平。保險公司認為施先生嘅病況未符合喺接受治療同飲食調節後，連休息時都出現症狀嘅要求，所以唔符合危疾賠償嘅準則。咁我俾3秒大家估下，今次嘅投訴個案又成唔成功？今次嘅結果係失敗嘅。咁Otto話今次失敗嘅關鍵又係啲咩呢？關鍵係保單對心肌病嘅明確定義。條款定明病況必須達到紐約心臟學會分級中嘅第4級，即係病人即使喺靜止休息時，依然會出現心功能衰竭嘅症狀，而且體格同化驗檢查都有相應證明。投訴委員會喺審查醫療記錄後指出，雖然施先生佢有確診心肌病，但係現有資料未能明確顯示佢喺休息嘅時候出現嚴重衰竭症狀，或者完全無法進行任何活動。由於缺乏具體嘅證據證明身體損傷已經達到第4級嘅程度，委員會同意施先生嘅病況未符合保單定義，賠償不獲發放。呢個個案反映出危疾保險嘅索償關鍵唔單止係診斷名稱，受保人嘅臨床症狀同埋身體狀況，亦都必須嚴格符合保單列明上面嘅所有診斷準則。如果大家對危疾定義中分級要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俾我哋啊！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就到呢度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